自在寫301句金句，創造屬於自己嘅幸福。聽日咧就係2025年最後一日啦嚇，咁我今日咧想用3部電影去回顧今年嘅。呢一年我寫咗3篇嘅影評，好中意呢3部電影嚇。咁第一部電影咧就由舊年橫跨到今年嘅《破地獄》，佢打破咗香港電影歷史最高票房紀錄。第一當然恭喜佢啦。第二咧，佢係講緊一個喺現代咁急速嘅發展嘅城市裏邊咧，關於傳統殯儀服務嗰種傳男不傳女嘅傳統之下，嗰種家庭嘅枷鎖啦、親人嘅離世啦、性別嘅可能權力嘅關係啦、人性嘅尊嚴啦，點樣去修和啦、去放低內疚啦、去寬恕啦，咁最終都係一個大圓滿嘅結局嚟嘅，而且係女兒咧能夠打破呢一個文化嘅傳統，為離世嘅爸爸主持嘅殯儀嘅最後嘅服務。咁係一部好讓我哋反思翻我哋面對咁急速嘅社會，呢個傳統文化家族嘅張力，我哋點樣可以自處，點樣去連結翻離世嘅親人嗰份嘅傷痛，揾翻內在嘅平安。第二部電影我係今年年初寫，就係爸爸呢部戲，就係係一個家庭嘅悲劇嚟嘅，係嗰份傷痛係講唔到出嚟嘅，好沉痛嘅傷痛，所以個衝擊係延續到2025年嘅。咁呢個家庭嘅崩裂咧，同上個月嘅大埔火災都係帶嚟一種集體嘅震撼，嗰種心痛係難以言傳嘅。往往係啲悲劇或者災難降臨，我哋先發現原來我哋生命係咁脆弱，平時咁唔懂得去珍惜去愛。所以爸爸呢部電影都係提醒緊我哋，有時情緒失控唔純粹係偶然，往往係集體嘅忽視、家庭嘅忽視、社會嘅忽視、體制嘅忽視嘅集體嘅傷痛嚟嘅。咁因此修和修復亦都唔能夠獨自進行。正如創傷唔係一個人嘅事，修和都唔係。第3部電影我想講咧就係《世外》啦，就係佢係帶到我哋去一個好唔同嘅跨時空嘅心靈空間，係類似一個靈魂拷問啊！就係如果一切都好似係有命運安排，都係業力安排晒，我哋有冇真正嘅自主呢？邊個嚟界定善惡、邪惡、善良？點樣去裁決？呢個歷史長河，邊個啱，邊個唔啱？內疚、懲罰、良知，咁呢啲嘅思考，正好都係香港人呢幾年反覆去拉扯、去尋覓嘅一個嘅課題或者一個衝擊嚟嘅。咁所以去到2025年底咧，我哋好值得審視翻乜嘢叫真正嘅幸福。容許俾自己靜落嚟沉澱一下，因為舊有嘅模式、舊有嘅思維、舊有嘅世界已經逐漸崩壞，我哋值得去放下身段啦，調節方向啦，係真係揾翻屬於內在、屬於自己嗰份嘅真善美，屬於自己嘅幸福感、價值感嚇。所以去到2026年，我哋未必要追求啲咩偉大嘅目標，而係能夠真誠嘅擁抱自己，做真實嘅自己，好好去活出我哋一份謙卑而踏實嘅真善美，可能係更加有價值。祝福大家面對衝擊之後，能夠共創呢個美善嘅人生，創造屬於自己嘅幸福。Thank you。